艺术有啥不同？境界最低是别人懂，自己也懂；中等是别人不懂，自己却懂；最高是别人不懂，自己也不懂。艺术有啥不同？境界最低是别人懂，自己也懂；中等是别人不懂，自己却懂；最高是别人不懂，自己也不懂。艺术有啥不同境界？最低是别人懂，自己也懂；中等是别人不懂，自己却懂；最高是别人不懂，自己也不懂。艺术有啥不同？境界最低是别人懂，自己也懂；中等是别人不懂，自己却懂；最高是别人不懂，自己也不懂。